在日約翰福音51節講到，上帝本設加熱嘅永久嘅生命，係嚟使相信耶穌得到永久嘅生命。因為在呢日約翰福音52節講到，係使有耶穌都有日嘅生，係嚟使有得到耶穌相信耶穌喺心中裏。都得到有生在嘅心中裏，咪意思呢？係嚟使信任耶穌係一個救主，耶穌係一個上帝，得到永久嘅生命。但係講得到永久嘅生命呢？因為個人類世間你都暫時80年光景，然後即刻離開呢世間，即刻嘅靈係得到永久嘅生命。所以即刻心中喺世間你心中你係信任耶穌，即刻都得到永久嘅生命。所以世間你很有機會去照顧自家，去看顧自家，然後離開呢世間，熱天時間嘅大準隔上地球下，嚟得到永久嘅生命，在天家嘅啲。Amin.